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o-Young Judy Medical 嘅 Ella。近日咧都好多客人查詢我哋嘅皮秒療程喎，今日同大家講一講皮秒。其實市面上能量穩定而有效嘅儀器真係唔多，好多客人都話打過皮秒，但係覺得效果唔好喎。咁到底係揀錯儀器定還是其他嘅問題？其實我哋可以以波長嚟區分，一種咧係755 nm 波長，而另一種就係1064 nm 波長。唔同嘅探頭會因應客人嘅皮膚同埋膚色去選擇。呢個咧係8mm，呢個係10mm，呢個係6mm，仲有我哋嘅變焦式探頭。另外就係大家最期待嘅白金蜂巢探頭啦。唔同嘅激光波長決定咗激光進入我哋皮膚到底會俾啲咩吸收，而我哋嘅 PicoShare Pro 佢係以755 nm 嘅特性。進入咗皮膚之後，幾乎淨係會俾黑色素吸收。PicoShare Pro 亦都係唯一受 FDA 認證可以治療荷爾蒙斑同太田毛斑。另外 PicoShare Pro 佢相對停留喺皮膚嘅時間比較短，會縮短咗肌膚嘅修復期，亦都會降低周邊組織嘅損壞，大大減低咗反黑嘅風險。點解會叫佢蜂巢皮秒？其實係因為佢鏡頭係蜂巢嘅形狀，而 PicoShare Pro 獨有嘅白金蜂巢頭會喺皮膚度產生空泡化反應，做到假性嘅炎症狀態。去刺激我哋嘅膠原蛋白增生，所以可以做到嫩膚、改善毛孔同埋減淡細紋嘅效果。同埋佢可以更進一步去粉碎我哋皮膚裏面嘅黑色素，等我哋身體更加容易去排走，從而做到1+1大於2嘅高效率效果。比起傳統嘅 PicoShare，新一代嘅 PicoShare Pro，佢可以因應客人嘅皮膚去調節能量。亦都會有多款唔同嘅探頭去操作，更加個人化去處理皮膚。每次嘅治療只係需要45分鐘。如果你係揾緊安全而有效嘅祛斑方案，PicoShare Pro 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